新傳媒 Capital 958上市頻道，現在有2天報告新聞。泰國東南亞運動會圓滿落幕，影響企業體壇盛會2年後將在馬來西亞舉行。我國建議在本屆嘅冬運會總共奪得去52面嘅金牌，61銀銅，89銅，總共202枚嘅獎牌，開線而歸。我國選手也刷新係12項嘅大會紀錄，11項全國紀錄同29嘅最佳個人成績。不過羽毛球同優勢足球隊因為表現不佳而被點名批評。新加坡監獄署嘅一輛車輛前日在中央快速公路同兩輛汽車發生追尾嘅事故，而導致1名囚犯同2名押送人員受輕傷。新加坡駐台北貿易辦事處表示，截至目前冇新加坡公民在台北市境隨機襲擊案件中受影響。貿易辦也提醒目前身在台灣或者計劃前往台灣嘅國人務必提高警惕，密切嘅留意事態嘅發展，並遵從當地執法單位以及有關部門嘅安全指示。襲擊事件造成係4個人死亡，包括係追療身亡嘅嫌犯張文，另外有11個人受傷。總統賴清德事發後要求警方把快速打擊部隊嘅訓練與反應能力提升到反恐嘅層級。此外，台北市長蔣萬安宣布，市內所有泰勤發動嘅保安措施將全面升級。澳大利亞邦迪海灘發生恐怖襲擊事件之後，新南威爾士州政府宣布將採取新嘅措施來打擊仇恨言論同極端主義。從明朝日開始，公開展示仇恨同恐怖主義符號將屬於違法嘅行為。當局也將給予警方更大嘅權力，在公共集會同抗議活動中要求參與者摘下面罩。中國外交部亞洲事務特使田錫軍到柬埔寨就反華柬泰邊境衝突展開外交斡旋。中柬雙方在會談中踏上高度嘅共識，強調必須立即實現無條件停火，並明確指出和平對話同解決當前衝突嘅唯一有效嘅途徑。較早前，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表示，美方對泰國同柬埔寨最早在星期一或者星期二重新遵守停火協議，持審慎嘅樂觀態度。香港大埔反覆因泰火嘅死亡人數增加到161個人。警務處處長趙一鳴表示，經過科學嘅鑑證，從依啲遺體發現多一個人嘅脫氧係糖核酸，證實嚟係一對夫婦。佢也表示，化驗工作還在進行中，唔排除死亡人數還會增加。新聞報告完畢。